情演变，使人袂安顺。今夜犹原目镜到天光。种种的思恋，种种的情怀，感觉愈来愈远。心内的忧愁，心内的超凡，叫声人来慰问，恐惊咱的情像无形阿软，千年的日子也无地圆，倒位找解脱避远。人讲听我嘴大富贵，有啥物代志你直接讲啦。要讲有代志嘛，真侪代志；啊，若要讲无代志，嘛无啥物代志。啊，若无代志真实的，我要甲这个查某讲个清楚。什么查某？我是你的长辈啊，你放下尊重哦。啥物长辈？你敢有做长辈的模样是？你先坐下，再赶紧快点了。这点头你安尼乱咧哄笑啦，转来啦，娘，我听你。好，有人讲哦，总是比无人讲搁较好啦。明通，你敢无感觉讲最近恁当家真侪代志拢总袂顺遂？你应该赶紧想办法处理才对。我是无其他意思哦，我嘛是好意啊。我是讲叫你若用的时间哦，去找一个相命先生看卖，看问题到底出伫什么款所在。无需要，我相信我目睭所看的，我相信我耳孔所听的，我对我的家后信任袂当过。我甲你讲，伫外口上好莫胡白讲，若无我无帮你算。好啊，你看嘛。假设一届过一届，等家大细哦，无人知影的。阿是啊海口哦，是真敖介，暗中又搁来有安排哟。大姐，想要讲你的耳孔还搁遐尼啊大，人讲耳孔内人会当食到饱哩。大姐，你实在是无简单。既然知影我伫咧静修，你是安那个？啊，大姐，我是有夸张的啊。我嘛知影讲你伫咧念经袂用，遐毋过我无来嘛袂用是关系到利益的代志。关你利益什么代志？啊，都，你看，这是酒。记出来，阿妈甲人借钱来一个酒转，啊来。有啊，这是你也共借过啊。比如人哦，即摆伊伫咧逼到总的，逼到对我遮来，我无法度，我毋则来找大经理，这是连本带利哦。大舅，大舅，啊，等你。险一个阻碍，对我来讲是更大如何？老李，哇，你喜欢你他哦，好会地哦。大舅，大舅啊！大舅，大舅，你是安怎？你想要你害我老李？啊，你话别讲是咧讲啥？上来，上来啦，紧来啦，老李！阿娘，你个出去！阿娘，老李，你说，到底什么代志咱安尼啦？放手啊！
代志是安尼啦，拢过是利益啦。啊，但去后对方人借钱，人对方人即马讨钱讨到总的，逼到对我这来，我无法度，我是来找大舅参详，本来知讲大舅伊安尼，你是该真乱来的你啊！是伊害老夫人的是伊。你跳去，以后别讲是讲起来。好啊好啊，等去请先生来较要紧啦。好，进来。先生，无论安怎，一定要尽上大的力量救阮阿娘。我先开车后食看卖啊。先生啊，你哦，你着我拜托一下，不管安怎吼，你一定要将阮大舅家救活起来，要无吼，我一定用误会作大，我着负担袂起啊。毋过，你若拖我这暗才来找我咧？无咯，先生，你哪会讲这种话？我看阮大舅昏倒时，我着随时派人去请你来安尼。我看病看遐侪年啊，我敢诊断错误。老夫人心脏病本来就毋好啊，伊突然受到刺激，昏死过去啊。是你真卖讲的啦！你紧甲下口话，尽量迄个钱的无要紧，拜托。拜托。是啦是啦，你一定要救阮大嫂，我拜托你，我要求你好无？哈。真是，我甲你求，我甲你拜托，你一定要救我老夫人，我咪怕我甲你救，我甲你跪。你千万莫啊！你千万莫啊！你。我甲你救我老夫人。阿娘，老夫人。阿叔，阿叔，阿娘，阿叔，阿娘。阿是啊，独家无地比，夫人啊，昏死哦，无药医啊的，等甲大细哩。后光甜，上解欢喜是酒阿死哩。我唔知是要对因解释啥。其实我的心肝我嘛是真艰苦。我先告辞。小等下，冰通，冰通，你嘛知影讲，我的心肝内嘛是真袂当快。自细汉的时，我无阿爹也无阿娘，我对长衫过来到台湾，我只熟悉你。我嘛是将大婶甲大爷当作是我的长辈同款。我今日要甲你讲的，毋是这个问题，是阮二姐的姐母。明通啊，这阵毋是咧讲这个代志啊啦。阮二姐的姐母，我会用去害。二姐，你的姐母我害伊了，但是以后这种违法的生理，莫阁做也好。咱即使咱两个人共同将单机甲经营起来，准做讲是我要求你安尼好。你若讲安怎就安怎，吼。阿是，你是我上好的朋友，希望我拄仔所讲的话，你嘛会当听入。借条铁海我，即摆对我来去领钱。阿要带你用钱就紧来去啊！哎，行啦，紧来啦！你哪安尼无讲？谁都把你对待我？我是
人阮阿娘一台金头毛，想要可以阮无机会能够交予你。小奶奶，你买个相机吗？我今昨天睡一个眠，你才个休困一下。老屋里在休息，你给我头毛药，你知影无？你较坚强的。向行咱的情，像无形阿软，千年的日子也无得远。雨为何这呢酸？暝为何这呢长？我就知影你过来这里念经，遮尔啊晚，好休困啊。一天的时间，我只有这个时阵感觉上平静。照着，人死不能复生，咱生的人应该好好照顾家己的身体，我是一个歹命人，我的爸母早死，也毋过我连打家官都无法度甲伊风谈。阿爹甲阿娘若知影你有这个孝心，因一定会真欢喜。我感觉我是一个待家道面剃扫帚的人，我是一个不幸的人，我嫁来等家，只好你有搁伫黑白讲啊？这甲你嫁来阮东家有啥物关系呢？你若搁安尼责备家己，我特别无欢喜啊！啊，毋过东家发生这么多代志，这是事实啊。东家的生理一日不如一日，遐尼歹，嘛是事实啊。我感觉这拢是我所致。明通，我给阿爹交代咱的产业，但无法度遗弃。我也只有尽力、尽人事、听天命。明通，你安尼讲，你心肝内也是在咧惊心。我是惊我恐惊无这个能力，搁支持落去。明通，你唔通安尼讲，你一定要支持落去，一定要支持落去。明通啊，我拄则甲你讲话的话，唔是伫咧打击你，我是爱你看清楚即摆的事实，我是伫咧鼓励你。明通，你唔通失志气。只要咱翁仔某若是当心拍拼，咱一定会当将阿爹交予咱单家的生理，该做好比以前搁较好，搁较大。明通，明通，我相信我的翁婿，我相信我的翁婿有迄个能力，有迄个才调，伊会当将咱的事业甲生理做好真发达，会互伊的母囝真幸福，对无？哎呀，天气哪这么热？哎呀，我这个不湿。我来去去。好，买啦。我吃茶，吃茶。哎呦，这么小可等下这冰啦。好好。明通啊，恁某去外口做接生意哦，店面有阮两个就好啊，放心。是啦，我嘛真认真看效果哦。最近的生意哦，实在差足多呢。明通啊，放心啦，这间店只要咱这孙啊经营哦，保证无问题。有影就对，明通啊，财产我无爱分啊，
咱两个继续经营落去。李姐，嗯，听你安尼讲，我真欢喜。咱单期这间店以后都爱辛苦咧。你若通安尼讲啦，咱大家拢嘛家己人嘛吼，啊若单期趁钱，大家嘛拢有面子啊吼。好啦好啦，但是有一件代志，我爱特别搁声明一遍。啊，爹要过身之前有交代，单期的小目应该爱由朝娘来掌管，所以原来遐个意思我知影啦，我无意见啦。我有意见。好。明头，我是讲我的意见吼，毋是讲管辖的代志啊。哎呦，拢在手王啊啦，吼，平常时哦做代志啊，伤过含慢，有则无法度得到人的信任。要毋过，这单期吼，即马生意一直无起色，唉，看要安怎就好啦。咱着要想一个办法嘛。你无讲我险叫袂记得记啦。吼，你吼是愈来愈糊涂啦吼。哟，以后我要学较巧咧。后影，林东啊，顶日周阿师吼建议你去上一个名，好哦。看问题出伫对遮，去上一个名吼，有好无歹？是啦。我从来都无相信这件代志。哎呦，明通啊，咱算一个命，也无啥物损失，做一个参考嘛。啊，若是有真是无好的所在，嘛会使改运啊。啊无吼，安尼单期吼一定会倒去啦。行嘞，好啊歹。我一向拢是老实话老实讲，若无要听老实话，免钱恁请行。我目的来嘛是要听老实话、实在话，吼。也有我会当甲恁挂保证，若算无准，恁随时会当来拆我的单。新闻先生，你放心啦，做你讲啦，无遮严重啦。我嘛袂冤枉啥物，这个名理上的专用名词来唬恁这外行人。我会用上介简单，互恁明了的，甲恁说明。对咯，迄五四三卖讲啦，吼，搁上刷顶。恁要来问的是一个材料，唔对，是是店面的生意上看会赚啊，袂赚啊。啊，但是我咧讲，还是你咧讲？我若甲毋捌，我敢敢来遮摆这担，食这开喙饭？当然，恁做生意人要问的是材料啊。是的啦，算我家婆，爱讲，我莫讲啊，搁刷，搁上咧吼。你这个办事，敢若真正有二步七啊！无就罔甲听看别咱。啊，你唔免来怀疑我，信唔信有在恁，你唔信我嘛无要紧。啊，敢无要信阮来遮要创啊？吼！你最近的买卖袂顺势，是因为恁某的关系。因为恁某的命格太硬，医生来克制着伊的爸母，嫁翁了后，搁来克制着伊的大嫁官。什么？这黑白讲，一个别人的命，哪有啥物义也唔义，甲别人的性命有啥物关系？安尼你讲着我莫讲啊。平通啊，敢讲两句啊啦，互伊讲啦。好啦，小妹先生，无你继续讲，啊，毋过吼，要有根据，袂使黑白讲。对，搁上。啊，这就是根据啊。这个卦象已经讲到遮尔明，要我甲恁也无熟悉，我嘛毋免讲来做歹人啊对。但是搁刷落去这句话安尼真歹听哦，伊会克夫。倒位找解脱秘密？为何这呢酸？为何这呢长？搁刷落去这句话安尼真歹听哦，伊会克夫。
因为伊的名属贱价，所以若甲伊有关系的人做生意拢袂趁钱。那你讲就无准啊！以前阮当家了后，就马上替阮接一批大生意，莫讲袂趁钱。迄毋是定定有的呢，迄是注死的。啊，先生，啊那安尼这个灾难有法度通改？有哦，该离掉。我歹信，我歹相信。领导，领导，哎，小等下，哎，怎啊？钱啊，偌济啊？我先。好，我先来。领导啊，领导，等我，领导啊，领导啊。周大爷，什么事呢？你做去真好。咱若凭我这支喙，做红色人无受到影响嘛有鬼。这也是。这套够。什么事呢？咱要做这件代志正正，大家就拢已经讲好。即摆是无共款的，即摆我甲你加料效果就加倍，钱应该就要加倍啊。你是要食啊？是？哎，我是无相信你这套。无相信我这套，不要紧啊。小等下，我随后去甲伊会一个系列咧，时到你就知哦。你敢？唔敢看你变怎？好哩。灵通啊，误听上命的嘴，被人煽动哦，上客开啊的，拢是阿西啊罗，白变鬼，害因翁啊某去是非啊的，招让我心肝，我是强要嘴。讲话可比来占地位，伤心的目屎呀，死难随呀。明通，是安怎？敢是咧生气我？你讲出来啊！坐伫我身躯边这个人。敢真正是相命先生所讲的安尼想？啊，毋过相命先生讲到遐尼啊准，遐尼啊肯定，命中带年的查某，真正会克夫伤财，那安尼就太可怕了。你是安怎啦？我唔相信，我绝对唔相信。这么好的家后，是要去倒遐找？舅娘，由明仔载开始，店里的生意，你莫去管啊。拢你爱食的呢。我昨暗就甲你讲过，叫你店内莫过来掺，你是无听着是？啊，我昨暝甲你问的话，你也要甲我回答的呢。你做你的少奶奶敢袂用的？
我意思是讲，你安尼无闲来无闲外，安尼会伤忝啦。袂啦，明通啊，这家己踮咧工课，我都做唔知人忝你。我叫你莫吵就莫吵，你是无听到是毋啦？明通，你有感觉无？你真奇怪，你知无？你对昨昏转来，就一直伫咧洗圣地。你叫我莫来踮的，好啊，我愿意踮咧厝内做我的小奶奶啊。啊，毋过，这是我替交代的。我有管这间店的责任吗？你若莫来这间店的管，店的生意就会袂遐尔歹啦。你是讲这间店是我管落去的哦？我无这个意思。哎呦，在你啦！林通，林通，小雅，小雅，小奶奶，小奶奶，我小雅是安怎？唔知安怎昨转来，洗圣落地，一直都喊我大大。哎，这个小雅实在吼，安尼黑白发脾气。拜托吼，你家白者吼。我这2天，敢有拄我做唔对事？你无唔对，自从哦你来到东家，你从来都捌做唔对遐代志。你莫互家己哦遐尔啊侪压力啦，你要爱放互遐尼自然啊，自然。李芳的，你对昨昏转来，都足奇怪，我头足重的了。昨你到底是咧做啥？啊！敢会走去算命？算命？看到袂啦？有啦有啦，昨哦，迄个啊甲迄个查某一直哦靠讲讲少爷就去算一个命啦，讲诶什么咱即摆长期生理无好啊，就爱算一个命，看问题出伫咧倒位啦，无定是去算命哦。这少爷吼，你实在有安尼想。人讲信球不可信球。我这个人哦，也足铁气的。要毋过啊，有一寡代志哦，嘛免讲无相信。哼，周大爷，你要找的人哦，拢总无伫的，请你转去。李芳啊，后壁遐去清清扫扫，紧去啦，小可收收起。啊。周大爷，讲歹势，我无用得要算啥。阿姐，是的，我又搁叫唔对啊，我应该来叫小奶奶。我感觉真奇怪，好啊人唔做，偏偏一天到晚伫咧气路，我哦实在体真跑不平。世间的查甫人哦，实在分做几个种，讲甲明通好。伫外口听到什么款代志，委屈倒转来，就找某囝来伫出气。迄若要我就也是，我就无共啊，我会更甲伊疼命。阿姐，我是真正伫咧关心你，知影？周大爷，原来你伫遮哦。等有你，遐尔早就来店。无，我应该较晚才来，才袂破坏到恁的好事吼。这，那你讲遐尔歹听，你要做？歹听，哼！我都还袂讲恁一对狗男女咧歹听。
啊无，恁无用恁的，我休息。哦，对啦，啊我是无叫伊去相命，恁若是有听到啥物其他的代志哦，甲我拢总无关的。 向行咱的情，像无形阿软，千年的日子也无得风为何这呢酸？暝为何这呢长？算嘞，有啦，算嘞，这。 哦，这都好啊！你都要带我来管啊！好啊！你讲啥话啊？我带你来这，毋是要甲你谈条说来啊！我是有一重要代志要甲你参详啊！算嘞，到底是天大的代志哦！无你来带我来这个所在要干？这是真严重的代志，你较正经的好无？好，我较正经，慢慢啊讲，慢慢啊讲吼。 找小命先。病痛。我嘛是。你嘴一直念，你无相信小命。啊，不过你确确实实，你去找小命。你讲你无相信小命的话，也不过你心肝内一直在怀疑，我是一个大家多病、起扫帚，会互恁不幸的人心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酒我摕来，我要啉酒，我要搁啉酒啊！我袂讲，
拢是我袂讲的。我习惯咧找你，原来你未来厝，你这袂见小卑鄙，你小人，你这破良心的人啊！无，你安是咧创啥？你咧起笑啥？啥的？你今摆搁骂我起笑？我袂唔甘愿，我唔甘愿，我起笑，好啦，我起笑，我唔当，我唔创啥啦？你安尼伤过分啊未啊？哈？你礼拜当摆暝当摆伫咧拍，我拢总无甲你反抗，你拍嘛爱拍有一个理由。我问你，你最近甲你也是咧变什么把戏？啥的啊？我在变什么把戏？是你在变把戏啦！我安尼对待你，逐项代志拢甲你配合，虽然你去对迄个后查某袂死心，你即摆在咧骗骗我，你讲我安尼是算什么？我安尼是算什么嘛？哦，原来你是为这个代志伫咧受气啊！安尼明明伤过严重啊！那无严重，你当然嘛会严重。你讲，你要治，你目睭内还佫敢有我存在啊？你讲嘛，我安尼对待你，煞落去互迄后查某看袂起。你讲啊，你讲嘛，我是算啥的？我是算啥的？我算啥的嘛？你算是我心爱。我会啦，我会啦，人以后我拢袂。对，杨姑我要来，而且我逐工我都要来。歹的。我就是歹，你唔才会介意。对。丽静啊，到底是咧安怎啦？啊，毋是讲好好，恁两个侄孙仔，两个要做阵拍拼，从即摆上歹的生意，要甲经营我较好咧。啊，都讲好好，你哪安尼翻来覆去啦？啊，都我感觉讲本的也是好啦，用后面有较好丽无歹。静啊，啥物咧分啦？若讲即摆分，我无同意。我同意。明通，当然是咧讲啥个？敢讲阿爹要死以前交代话，你拢袂记咧啥？查某人莫插代志啦。明通，我毋是爱插代志，我是你的家后，我有迄个责任提醒我的翁婿。明通，这个时机分财产，这是错误的。明通，即嘛毋通分啦。我有我的拍算，我认为即摆大家二即将财产分分的，就是好。假使咱即房若是败落去，最起码袂去连累着李静，也才袂去对不起祖先。对，你即摆讲对。对。少爷，咱单期的前途绝对是公平的。少爷，你应该还袂记的，我比爸哦，打来单家迄一年，迄生意哦比即摆搁较凄惨。也毋过老爷，拢无失志，后来生意就愈做愈大，愈做愈好，所以哦。李芳啊，你叫人插啥物嘴？少爷，我知我袂用个插嘴啦，也毋过我无讲，我就真艰苦啊。迄老妇人哦，
对我遮尔好，遐尼疼我，甲我当做家己亲生的查某囝共款。但我嘛认为我是当家一份子啊。少爷，我感觉你做这个决定哦，敢若唔好呢。什么呢？唔好啦，你是捌啥的啦？去边仔坐啦！我要甲梁东啊讲财产的代志啦。袂要分，要无你是咧起笑呢？你这咧起笑咧，这阵在分什么财产呐？我反对。连通啊，到即马要分什么财产呐？哎呦，若要分吼，嘛爱等期兴旺起来才搁分啊。是讲即马生意遮尔歹，那这种败家的责任哦，阮手哦是担袂起哦。倒位找解脱避远。为何这呢酸？面为何这呢长？少奶奶，少爷安尼对待你，你搁三更向徛起来咧求神明保庇。我是想讲，伊大概对我一定有啥物误会。搁再讲，我是伊的某囝，求神保庇家己的翁婿，这嘛是应该。我若有少奶奶你这种巴肠哦，我就袂做查某干啊。你是咧讲啥啦？开水合水，一直点仔查某囡仔等于查某囡仔底，谁甲你当做查某囡仔？李芳，我心肝内一直就甲你当做小囡仔。真是的啊！妈祖娘娘在上，新娘叫做美芳的，今仔日来这甲你祈求。阮少奶奶伊足善良足明理的，请妈祖娘娘，你一定要保庇，请你赐予阮少奶奶福气甲长岁寿。妈祖娘娘，你一定要保庇。妈祖娘娘，请赐我心理智慧。最近的单期生理，一天比一天较歹，请妈祖无保庇。会当互阮翁仔某有迄个智慧甲能力，继续维持单期的成立，也请妈祖娘娘庇佑，互我的大官辛辛苦苦所经营的单期，成立会当搁兴旺起来。妈祖娘娘保庇。向行咱的情。像无形阿软，千年的日子也无地黄，倒位找解脱避